最近不断有这个歹徒抓这个球棍来讲来犯罪，所以内政部长徐国勇都要求警察，若是临检查车，发现这个车顶有刀械、球棍等危险的物品，会当依法来扣留。搁爱伫警用的行动电脑来做记号，作为未来查案判案的参考。但是讲这个话也出着风波咯，有民众痛骂讲，要去拍一个野球，敢讲袂使哩咧。徐国勇是赶紧来澄清，讲一般的民众袂来做记号。最近发生真济治安事件，恶徒抓马达的讲人，内政部长徐国勇昨日扫恶专案的记者会讲讲话，也会对他们有关携带球棒等等，因为小小的纠纷，然后就施以暴力行为，甚至危及到他人生命，这些我们一定会严加的打击。甚至伫徐国勇地书稿内面要求警政署来整理物件注明，临检发现车内有刀械、马达，依法扣留。若是无犯罪行为，但是有这暴力诈欺帮派背景，要特别注明。敢讲像安尼去参加棒球比赛，将马达放入车内，嘛爱登记。球棒、棍棒，它可以是建材，可以是运动器材，但是也有可能是凶器啊。所以重点在人，不是在器具。车上你有高尔夫球杆，你有其他的相关的运动的器材，是不是也要被注记？可能是引起伤侪顾虑，徐国勇赶紧面册澄清讲，只有伫警方临检发现讲车内有刀械、有马达，而且查人有暴力诈欺、地下集装帮派组织背景等人，才会注明。若一般民众摕来伫运动的，未特别注明。因过暴力棒球风，毋若伫街仔路尔，佫捌吹入校园，就看讲要安怎正确的管理，交代好这个马达、球棍真正用伫对的所在。